家之良品新款組合床嚟啦！高架床、儲物書架、儲物床箱任意組合，一床多用，完美搭配私人空間。原木色同白色嘅清新配色，增添臥室溫馨氛圍。高架床突破創新，超高護欄更加安全。配上床書架，放書放小件物品都可以。玻璃櫃配置卡扣式遙控燈，有助採光。上床板材堅固厚實，床板下邊全鋼龍骨結構，承托力強。搭配組合儲物床，除咗瞓多個人，儲物量相當驚人，可以擺放衣物、生活用品、行李箱，大大節省空間。下床可以選配書架，增加儲物空間。下床3個大櫃桶同2個大床箱，提升儲物量。細小房間擁有上下2床，獨立嘅睡眠空間，堅固收納。我哋仲提供唔同嘅組合任你搭配，月銷過百件，數千個客戶案例，網上參考。包送貨、包安裝，亦都可以按客戶需求訂製尺寸。家之良品，了解你嘅組合床專家。